爱是什么？张九成，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，从没想过爱是什么。面来了，面来了！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有人吗？医生，医生，医生。医生，有人吗？身患绝症的妻子，即将到来的诀别，除了在恐惧中等待，还能做些什么？他做出一个决定，带上妻子一起出车，有生之日不再分离。徐家慧，哎，介绍一下，我老婆。
子李月平，两个人一辆车，不论何时，不论何地，他们始终在一起。爱是什么？爱是和你最爱的人在一起。啊。